好，来继续来看行政院环保署有一个环境督察总队长，甲国内女同仁性骚扰，去年防免职，这个月18号防裁定收押，即摆是关伫个台中看守所。这是 MeToo 事件发生了后，第一个伫职业场所共性骚扰、防收押的高阶层的公务人员。 过去暗请假，高草屯本所长查看空污状况，伊就是原环保署县里环境督察总队长，严格伊去互经理委陈昭华也了讲，涉嫌伫工会场刚性骚扰。理性环境督察总队长呢，涉嫌利用职场上的机会，对女性同仁呢有肢体接触以及正面熊抱等不当行为。18号依强制猥亵罪收押在台中看守所。经讯问后，认定被告于111-112年间。 多次利用公务之机会，对多名女性职员下手实施性侵害，涉犯刑法之强制性交、强制猥亵及利用权势猥亵等罪，嫌疑重大，且有羁押之必要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县里的督察总队长在张祖敬担任环保署长的期间，2020年刚揽一个女科长，各帮训练班成员的下海甲警架头。 2021年，甲委办公室员工忘经架头甲手棍；2020年，硬揽一个环保局的人员，佮忘人的尻川皮，也要甲司外人员忘经架头佮忘人的腰。另外，县里督察总队长对委办人员性骚扰立案，罚款3万块，算算咧至少共性骚扰超过2档。去年这月，环境部甲免职提案担刑。 4月17日，伊去互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区提诉讼了后，以强制猥亵罪申请羁押。加两天，台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伫台中看守所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记者打电话互环境部长裴启明，电话无人接。县里的督察总队长也接做MeToo的事件后，头一个因为工会场性骚扰互羁押高阶的公务人员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